首先，我們打開結算帳戶管理頁面，點擊新增按鈕，創建我們的帳戶。注意，帳戶餘額不為零時，不可刪除帳戶。下面我們打開客戶收款錄入單頁面，選擇收款客戶門店。當客戶存在賬單未結清時，頁面中間部分會顯示未核銷完成的單據信息。我們可以在此處進行核銷，錄入本次收款，再選擇收款賬戶，錄入總收款金額，提交即可。同理，我們打開供應商付款錄入單頁面，選擇供應商門店。當供應商存在賬單未結清時，頁面中間部分會顯示未核銷完成的單據信息。我們可以在此處進行核銷，錄入本次收款，再選擇付款賬戶，錄入總付款金額，提交即可。接下來，我們打開收支項目管理頁面，錄入我們的收入項目和支出項目，例如集團分紅、房租、水電等。再打開收入單和支出單進行操作。這時我們可以看到賬戶餘額會根據收入支出的金額進行變動。
最後，我們來看關於我們內部的固定資產登記功能。先創建一個資產分類。再錄入我們的資產信息，例如筆記本電腦。系統可以統計我們的資產總金額。